柏茲正在二樓露台給新栽的蘭花凝澆水，他的無名指上多了一枚及血紅寶石戒指，是2週前與新加坡富商何孟懷註冊時，對方親手戴上去的。那場註冊儀式辦得隱秘，只在聖安德烈教堂的側廳交換了誓言，可不知是誰拍下了柏茲白色套裙下微微隆起的小腹。照片在社交媒體上發酵的速度堪比翁多利亞港的颱風預警。何孟懷出手闊綽，道格拉斯莊園的過戶文件在註冊次日就擺在了柏茲的律師桌上。這棟始建於1972年的別墅佔地8000平方英尺，光是地下酒窖就藏着1982年羅曼尼康帝。消息傳開那幾天，全港娛樂版頭條都透着酸味，說柏茲2婚身價暴漲，從離婚時帶着2個兒子住在舊公寓的單親媽媽，搖身變成坐擁淺水灣海景豪宅的闊太。可柏茲自己清楚，這枚紅寶石戒指戴在手上總有些覺人。何孟懷比他大19歲，說話帶着福建口音，給孩子們準備的房間裝滿了樂高牆和星空投影儀，卻始終記不住 Lucas 對芒果過敏。他昨晚旋夢見霆鋒在廚房煮薑醋蛋，那是他生 Quintus 坐月子時他唯一學會的菜式。鍋鏟碰着鍋緣的脆響在夢裡格外清晰，醒來時枕巾濕了一小塊，他把它翻了個面，不讓傭人看出端倪。此刻霆鋒就站在莊園的雕花大門外，左手攢着那份從律師樓加急取出的 DNA 比對報告，右手插在皮褲口袋裡，指尖合着掌心的舊件。他其實3天前就拿到了報告，上面白紙黑字寫着 Lucas 和 Quintus 與他存在生物學父子關係的概率是 99.97%， 可他在中環的辦公室裡坐了72小時，煙灰缸堆滿抹保路的淚嘴。直到今早看到何孟懷陪柏茲去產檢的偷拍照，照片裡他扶着腰小心翼翼上保姆車的模樣，讓他想起2006年他們在菲律賓小島獵婚時，他也是這樣扶着腰。不過那時是笑到直不起身，因為他把婚戒戴錯了手指。車聲刺破莊園的寧靜時，8個保安從側門衝出，為首的鎮隊長拿着對講機喊：謝先生清流步。可霆鋒的腳步沒有半分遲疑。他太熟悉這座莊園的布局了。當年拍無極時取景地就在隔壁，柏茲船曾指着這棟別墅說以後有錢了要買下來種滿蘭花型。如今他真的種滿了，卻是另一個男人付的賬。保安的手臂橫過來時，霆鋒身後的保鏢終於動了。4對8的陣仗在鵝卵石甬道上展開，金竹探測儀發出刺耳的風鳴，園丁修剪的冬青松被撞得七零八落。柏茲在2樓看得真切，他看見霆鋒甩開一個保安的手時，那份白色報告衝掌心滑落，紙像在風裡翻捲着，露出香港基因檢測中心的水印。他的小腹忽然抽緊了一下，不知是胎動船是別的雜麼。何孟懷衝客廳衝出來時，船圍着神袍，拖鞋在石階上打滑，他喊了句阿茲別怕，可柏茲已經轉身往樓梯走，緞面睡袍的下擺掃過蘭花形的落葉。他的心跳快得像當年在銅鑼灣被狗仔圍堵時那般，只是那時霆鋒佢牽着他跑，現在他只能自己扶着樓梯扶手一步步往下走。鐵門終於在雙方保鏢的對視中被推開了一條縫，霆鋒側身擠進嚟的瞬間，正好看見柏茲站在門廳的水晶吊燈下。6年了，他的頭髮剪短了又留長，如今重重挽在腦後，露出脖頸上一道尖尖的疤痕。那是2014年拍動作戲時留下的，當時他船在醫院守了整夜，可他醒嚟第一句話是別告訴媒體。此刻他站在另一個男人的房子裡，穿着另一個男人買的綢緞睡袍，可他的眼睛看向他時，全是那種帶着惱怒和柔軟的複雜光芒，像極了他們離婚那日在律師樓簽完字，他在電梯裡突然回頭瞪他的神情。霆鋒舉起那份皺巴巴的報告，聲音沙啞得像沙子擦過橡木。你打算瞞到怎麼時候？他的目光掃過他的小腹，那裡微微隆起的弧度讓他喉裂劇烈滾動了一下。Lucas 的 DNA 是我的， Quintus 的 DNA 也是我的，你肚子裡這個。柏茲猛地抬手打斷他，紅寶石戒指在燈下閃過一道暗光，他的聲音平靜得可怕。謝霆鋒，我們已經離婚6年了。可他的手指在發抖，
抖得連何孟懷遞過來的溫水都接不穩。何孟懷站在他身側，神袍腰帶從胯繫着，佛制線後退的額頭上滲着汗珠。他試圖攬住柏茲的肩膀，卻被他不着痕跡地避開。這個動作讓霆鋒眼底閃過一絲幾乎不可察覺的笑意。他往前走了2步，保安想再攔，卻被柏茲揮手指住。客廳裡只剩下中央空調的低鳴，水晶吊燈36顆令面折射着晨光，在地毯上投出碎裂的光斑，像極了他們當年離婚協議書上撕碎的合影。柏茲垂下眼睫，看着自己赤腳踩在波斯地毯上，指甲塗着淡粉色扣單，是何孟懷稱的美甲師每周上門服務。可他總懷念以前和霆鋒窩在沙發上互相塗指甲油的日子。他把他的指甲塗得歪歪扭扭，船得意地說這叫抽象派。回憶的碎片船沒拼湊完整，霆鋒已經走到他面前不足3尺的距離，他身上的古龍水味道變了，不再是他們結婚時用的那款海洋調，而是更冷冽的木質香。他把報告輕輕放在他手邊的邊幾上，指尖擦過他腕間的翡翠竹子，那是他母親傳給他的。離婚時他當着他的面摘下來要旋，他卻說帶着吧，就當是我欠你的。此刻竹子碰撞着紅寶石戒指，發出細微的脆響，像某種無聲的暗號。何孟懷終於忍不住開口，福建口音的普通話在空曠的客廳裡顯得有些突兀。謝先生，亞芝現在是我的太太，有什麼事我們可以通過律師。他的話被霆鋒陡然轉過嚟的目光截斷，那雙在鏡頭前總是淡漠的眼睛此刻翻衝着太多情緒，像颱風過境前的烏雲。霆鋒的聲音壓得很低，卻每個字都清晰地砸在地板上。你問問他自己，2018年3月17號晚上9點，他在哪裡？柏茲的臉色霎時白了，那個日期他怎麼可能忘記？那是父親突發心梗住院的夜晚，他獨自在聖瑪麗醫院走廊裡坐到凌晨，而霆鋒從北京飛回來，帶着一盒他最愛吃的蛋撻。雖然醫院便利店只有冷凍的，他船是用微波爐加熱了送到他手裡，蛋撻皮軟塌塌的，可他吃得淚流滿面。那時他們已經離婚3年，卻在那晚靠着彼此的肩頭睡了走廊的長椅。保安的腳步聲經過時，他甚至沒想過要避嫌。何孟懷顯然不知道這段往事，他的眉頭擰成川字，目光在柏茲和霆鋒之間來回掃，最終定格在那份報告上。他伸手想拿起來看，柏茲卻搶先一步按住了紙頁，指甲在銅板紙上挖出尖尖的白痕。他的呼吸急促起來，小腹傳來一陣熟悉的醉脹感，像極了懷 Quintus 時第一次胎動的那天。霆鋒在片場引導消息，扔下道具劍就跑了3公里到醫院，滿頭汗地趴在他肚子上說：危子你兄點踢你媽？那些畫面像被按了快進鍵，在他腦海裡一陣陣閃過。他忽然意識到，無論何孟懷給他多少珠寶房產，有些東西是永遠無法替代的。比如 Lucas 發燒時，霆鋒整夜不睡用酒精擦他手心腳心的笨拙；比如 Quintus 第一次叫爸爸時，他在電話裡哽咽的聲音。霆鋒注意到了他臉色發白，幾乎是本能地伸手扶住他的爪彎。這個動作讓何孟懷徹底沉了臉，他上前一步擋在兩人中間，神袍的繫帶從散開也不顧。保安們面面相覷，誰也不敢再上前。畢竟一個是現任丈夫，一個是孩子親爹，這場面比 TVB 年度大輝還精彩。柏茲推開兩人的手臂，自己退後半步靠在羅馬柱上，大理石冰冷的觸感讓他稍微清醒了些。他盯着霆鋒那雙布滿血絲的眼睛，忽然問：你今天來就是為了告訴我 DNA 報告的事？霆鋒搖了搖頭，衝皮褲後袋摸出手機，屏幕上是 Lucas 今早發給他的短信，只有一行字：爹地，媽咪今天要去醫院，你能來嗎？孩子不知道父母之間的暗流洶湧，只知道每次媽咪產檢都潰緊張，而他佢做的只有偷偷聯繫那個常年不在身邊的父親。柏茲看着那條短信，眼眶縮地紅了。他一直以為 Lucas 恨霆鋒，因為每次霆鋒爽約去接他放學，孩子都沉默着把書包帶賺得死緊。可原來那個9歲的小男孩，在每一個他以為睡着的深夜，
都會躲在被窩裏給霆鋒發語音，問他今天吐了幾次，有沒有好好吃飯。霆鋒把手機收回去，聲音終於軟了下來，帶着一絲沙啞的疲憊。阿芝，我不是來鬧的，我只是想告訴你，不管你肚子裏這個孩子是誰的 ，Lucas 和 Quintus 永遠是我兒子。他讀了讀，目光落在他無名指的戒指上，你也永遠是他們媽咪。這句話像一把鑰匙，插進柏茲心裏某把生鏽的鎖裏。他想起離婚那年，霆鋒在記者會上說：“我們永遠是一家人。”當時他嗤笑着對媒體說：“場面話誰不會說？”可這些年，每次他遇到麻煩，第一個出現在現場的永遠是霆鋒派來的人。去年 Lucas 在學校被同學嘲笑單親家庭，第二天那個同學的家長就收到了霆鋒律師的函件，措辭客氣卻暗藏鋒芒。Quintus 學騎自行車摔破失盒，霆鋒連夜衝澳門趕回來，在門口蹲着給兒子擦惡水，擦完就走了，甚至沒進屋喝口水。這些事他從沒對何孟懷提起過，此刻卻像潮水般衝來，淹沒了他這些天努力擁持的平靜。何孟懷終於拿起了那份報告，視線掃過列論欄時，他的手明顯抖了一下。他看向柏茲的眼神變得複雜，帶着被隱瞞的怒意，卻又有種無奈的妥協。他放下報告，用閩南語低聲說了句雜麼，柏茲聽了，眼淚終於落下來。他說的竟然是你心裏一直有他，我知道。這一刻客廳裡靜得能聽見落地中的鳥鉗走動，水晶吊燈的光晃在每個人臉上。保安們悄悄退到了門外，保鏢也默契地撤到台階下，只剩下3個人站在波斯地毯上，被36顆令面割裂的光斑籠罩着。柏茲抬手抹掉眼淚，紅寶石戒指擦過眼角，留下淡淡的紅痕。他看着霆鋒說：你走吧，今天是我產檢的日子，孟懷佢陪我去。可他的腳步沒動，目光懸黏在他下巴上新冒出的鬍臍上，那是他熬夜的痕跡。從前他總逼他用剃鬚膏，他總是偷懶用電動剃鬚刀胡亂刮2下。霆鋒沒有走，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皺巴巴的紙袋，遞到他面前。柏茲打開一看，是聖瑪麗醫院旁邊那家老字號餅屋的蛋撻，船帶着餘溫，金黃酥皮上印着出爐2個字。他拎住這家店3年前就關了，老闆移民加拿大。霆鋒是怎麼買到的？他別過臉去，故作輕鬆地說：我買了那個老闆的配方，讓酒店點心師傅做的，試了30多次才烤出這個味道。何孟懷在一旁看着，忽然長嘆一口氣。他從了從神袍腰帶，對柏茲說：阿芝，你們談吧，我去樓上換衣服。轉身的瞬間，他的背影在旋轉樓梯上顯得有些扣壘。這個在商場上曬罰決斷的男人，此刻不過是個明白自己永遠插不進一段過去的普通人。柏茲握着那袋蛋撻，溫熱的酥皮隔着紙袋燙着他的手心，燙得他指尖發麻。他終於坐倒在沙發上，緞面睡袍鋪開像一池春水。霆鋒在他面前蹲下來，仰着頭看他，這個角度讓他想起2005年他們拍《無極》時，他穿着雨衣衝天而降，他跪在雪地裏接住他，他的裙擺掃過他臉頰，帶着茉莉花香。現在他身上是何孟懷買的玫瑰味沐浴露，可他的眼睛全是那雙眼睛，含着淚光看他的時候，能讓他忘了自己是誰。他伸出手，輕輕覆在他微隆的小腹上，隔着薄薄的綢緞，掌心的溫度傳過去，裏面的小家伙忽然動了一下，踢得柏茲倒抽一口氣。霆鋒的瞳孔驟然放大，那個瞬間他不再是鏡頭前冷酷的天王，只是個普通男人，第一次隔着肚皮感受到新生命的悸動，哪怕這生命可能與他一脈無關。柏茲沒有推開他的手，他太累了，這些年獨自剛着2個兒子的教養，剛着媒體的長槍短炮，剛着無數個發燒的夜裡自己開車去急診的孤獨。何孟懷給他的是安穩的港灣，可霆鋒給過他的是風暴本身，也是風暴中心唯一的庇護所。他低頭看着他黑髮間夾雜的幾根銀絲，心口某個地方忽然塌陷下去，聲音輕得像蒙毅。你知不知道，我每天醒嚟都告訴自己要恨你，
可每次你出現在家門口，我就連怎麼呼吸都忘了。霆鋒的手指在他小腹上微微顫抖，他的額頭抵上他膝頰，滾燙的淚滲進綢緞面了。他悶聲說：我錯了，阿茲，我錯在當年太驕傲，錯在以為給你自由就是愛你，錯在他抬起臉，淚痕中橫的臉上帶着近乎絕望的認真，錯在讓你一個人走了那麼久。落地鐘敲了9下，陽光從落地窗斜射進嚟，照在茶几上那份 DNA 報告上，紙頁邊角微微捲起，像被翻過無數遍。柏茲伸手拿起報告，指尖摩挲着上面的檢測編號，忽然想起那天霆鋒帶 Lucas 去測 DNA 的場景。孩子回來時興高采烈地說：爹地帶我去抽血，說給我買限量版高塔。他當時旋罵霆鋒搞這些沒意義，可此刻才明白，他要的從來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確認，而是想用這種方式告訴他們母子，他從未真正離開過他們的生命。他把報告疊好放進睡袍口袋裏，然後拿起那個蛋撻紙袋，拆開來，金黃的蛋撻飄出熟悉的甜香。他咬了一口，酥皮碎石落在綢緞上，像細小的金色花瓣。霆鋒從他手裏接過那個咬了一口的蛋撻，毫不猶豫地吃掉剩下的，嘴角沾着碎石，樣子狼狽又真實。這個動作讓柏茲終於忍不住笑出來，帶着鼻音的笑聲在客廳裏回蕩，驚喜了窗外蘭花楹樹上的一隻白鷺。何孟懷換好西裝從樓上下來時，看到的就是這幅畫面。柏茲坐在沙發上笑，霆鋒蹲在他面前滿臉蛋撻食，陽光把他們籠罩成一片暖金色。他在樓梯上停了片刻，最終轉身回了書房，輕輕帶上了門，門鎖咔嗒一聲響，像某種無聲的成全。柏茲收住笑，用手背替霆鋒擦掉嘴角的碎石，動作自然而熟練，仿佛中間沒有隔着6年光陰。他看着他說：產檢你陪我去吧，但只能你開車，不附帶保鏢。霆鋒猛地點頭，點得像當年第一次約他看電影時那麼用力。他起身時膝下發出咔嗒一聲，是舊傷，拍動作戲落下的。柏茲下意識就想去找樂遊，卻想起這裡不是他們從前那個堆滿跌打藥的小公寓了。他站起身，把蛋撻袋仔細收好，然後上樓換衣服，走到樓梯轉角時回頭看了他一眼，他就站在那裡，手插在口袋裡，陽光落在他肩膀上，像落在某個久遠的海報上。換好白色連衣裙出來時，柏茲在玄關換了平底鞋，把公寶石戒指摘下來放在鞋舉上，想了想又放進了包裡。霆鋒已經坐在他那輛法拉利的駕駛座上，車窗搖下來，他給他開了副駕的門，那個動作帶着小心翼翼的試探。柏茲彎腰坐進去時，聞到了車裡淡淡的茉莉花香，是他從前喜歡的車載香薰。沒想到他旋記得，車子駛出到格拉斯莊園時，保安們站成一排目送。陣序長摘下帽子擦了擦汗，對旁邊的同事說：明天頭條又有得寫了。可柏茲靠在座椅上，看着窗外掠過的蘭花楹樹影，心裏想的卻是，當年他們在菲律賓結婚時，海邊也種着這種樹，花瓣落在他頭紗上，霆鋒替他一片片摘下來，說要留着做乾花書籤。車子在聖瑪麗醫院停車場停穩時，霆鋒先下車要過來給他開門，手臂伸出來讓他扶着。這個動作讓路過的護士多看了2眼，認出了他們，捂着嘴退到一邊。柏茲卻坦然地扶着他的小臂，就像從前無數個出入醫院的夜晚一樣，只是那時他總低着頭躲避鏡頭，此刻卻迎着陽光走了過去。產檢的醫生是柏茲的老熟人，看到霆鋒時眼鏡滑到鼻尖，但怎麼都沒問，只是照常做 B 超。當屏幕上映出胎人模糊的輪廓時，霆鋒站在他身側，手指不自覺地攢緊了診床的扶手。醫生說心跳很強健，他忽然長長舒了口氣，像跑完了一場漫長的馬拉松。柏茲側過頭看他，他的側臉在 B 超儀的熒光裡顯得輪廓分明，鼻尖上有一滴汗。他緊張的時候總是這樣。他伸手輕輕碰了碰他的手背，他立刻反握住他的手，掌心乾燥而溫熱，指節纏着他的指節，像多年前他們在紅館後台
燈光暗下來時偷偷十指相扣。醫生智趣地出去拿報告，留下兩人在安靜的診室裡。別超而發出輕微的電流聲，屏幕上的小生命在羊水裡輕輕浮動。霆鋒湊近屏幕，聲音輕得像怕吵醒誰。他像你，額頭圓圓的。柏茲博嗤笑出來，才9週大，你看得出額頭？他認真點頭，眼角旋帶着淚痕，嘴角卻彎起來。那個笑容讓柏茲想起他們第一次見面時，他才19歲，在後台練吉他，抬頭看見他時，也是這樣的笑。從醫院出嚟時，停車場已經圍了不少記者，閃光燈亮成一片，保安努力隔開人群。霆鋒下意識把柏茲護在身後，一手擋着鏡頭，一手摟着他的肩往車邊帶。柏茲在他臂彎裡忽然覺得安心。哪怕明天全港報紙都繪寫他們復合，寫他2分豪宅成抱影，寫孩子 DNA 牽風波，他此刻都不想理會。他抬頭看霆鋒掹緊的下頜，想起他今天衝破保安防線時喊的那句話仔嘅 DNA 係我嘅，佢嘅碼都係我嘅。當時覺得霸道得可笑，此刻卻覺得心酸又溫暖。坐進車裡，關上車門，隔絕了外面的喧囂。霆鋒沒有立刻發動引擎，而是轉頭看着他，認真地說：阿茲，那些報道怎麼寫我不管，但你記住，不管你在誰身邊，我永遠是你的後路。柏茲沒說話，只是從包裡拿出那枚紅寶石戒指，在指尖轉了轉，然後放進了儲物箱裡，和多年前霆鋒送他的那枚數圈銀戒放在一起。儲物箱裡旋躺着一張褪色的帕納德，是他們離婚前一晚在公寓陽台上拍的，兩人都紅着眼眶，卻船在笑，背面寫着我們永遠是一家人。霆鋒看到那張照片，喉裂動了動，最終怎麼也沒說，只是發動了車子，駛出停車場時，陽光正好穿透雲層，照在擋風玻璃上，仿出一片金色的光印。柏茲把手放在小腹上，感受着裡面微弱的胎動，又看了看駕駛座上認真開車的男人，忽然覺得人生兜兜轉轉，有些基本是 DNA 都測不清的，比血緣更深的東西，是即便走散了船佢回頭找的執念。回到道格拉斯莊園時，何曼懷已經離開了，留了張字條在茶几上，說新加坡有急事要處理，過2週再回來。字條旁邊放着一串鑰匙，是莊園的大門鑰匙，船有一張支票，數額大得驚人，但柏茲看都沒看就放進了抽屜。他知道何曼懷是體面人，這段婚姻本就是各取所需，他需要一個帶出去體面的太太，他需要給孩子穩定的生活，只是他們都沒想到，那些藏在 DNA 裡的舊情會如此輕易地衝破所有精心設計的防線。霆鋒站在客廳裡，看着那張字條，沉默了很久，然後對柏茲說：我讓律師把 Lucas 和 Quintus 的監護權重新議一下，你隨時可以改。柏茲搖了搖頭，把那張字條也疊好放進抽屜，轉身看着他說：監護權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答應我每週至少回來陪他們吃2次飯。霆鋒的眼眶又紅了，他使勁點頭，點得用力過猛，後腦着撞到牆上的掛畫，發出悶響，畫框歪了。裡面是他們一家4口去年在迪士尼的合影，是何曼懷請人拍的，但照片裡的 Lucas 和 Quintus 笑得天真無邪，他們的手都緊緊牽着柏茲，而柏茲的目光則越過鏡頭，望着某個遠處的人。現在那個人就站在他面前，笨拙地扶正畫框，指尖擦過他肩膀時停頓了一下。窗外的蘭花迎落了幾片花瓣，飄在鋼琴夾上，那是何曼懷買嚟的斯坦威，柏茲從未彈過。此刻他走過去，掀開琴盒，隨手按了幾個音，是溫柔的前奏。霆鋒靠在琴邊，低聲跟着哼起來，嗓音沙啞卻溫柔，像多年前他們在錄音棚裡初次合作。他彈琴，他唱，錄了整整一夜，天亮時趴在調音台上睡了過去。夜幕降臨時 ，Lucas 和 Quintus 被司機從學校接回來，看到霆鋒的車停在院子裡，兩個孩子尖叫着衝進客廳，一個抱住他的左腿，一個抱住他的右腿。Quintus 掛在他身上不肯下來， Lucas 則仰着頭問：爹地，你攰留下來吃飯嗎？霆鋒蹲下來把兩個孩子留在懷裡，
臉埋在危子們的肩窩裏，聲音悶悶地說：佢以後經常吃。柏茲站在廚房門口，繫着圍裙，手裏拿着鍋鏟，鍋裏煮着番茄牛腩，是霆鋒以前最愛吃的菜。他其實一直在學，只是以前從不肯承認。蒸汽模糊了玻璃窗，窗外淺水環的燈火次第亮起，映在海面上碎成墨點金輪。他轉身繼續翻炒鍋裏的菜，身後傳來父子三人笑鬧的聲音。Quintus 在教霆鋒玩新買的遊戲機，Lucas 則在炫耀這次數學考了滿分。那枚紅寶石戒指靜靜躺在儲物箱裏，和數圈銀戒靠在一起，旁邊還多了今天那份 DNA 報告，紙頁上沾着蛋撻的油漬和一滴乾涸的淚痕。柏茲把牛腩盛進白瓷盤時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霆鋒說過的話。他說：阿茲，我這輩子最怕的事，不是狗仔，不是緋聞，是你那天不再等我吃飯。此刻他端着盤子走出廚房，看到霆鋒正笨拙地給 Quintus 繫圍兜 ，Lucas 在擺碗筷，客廳裡的水晶吊燈亮着溫暖的光，窗外海風送來蘭花型的淡香，一切都像回到了最初，又像剛剛開始。他把盤子放在桌上，伸手替霆鋒理了理歪掉的衣領，指甲輕輕劃過他脖頸的皮膚，他微微僵了一下，然後抬頭朝他笑，眼角細紋裡盛着燈光。他忽然覺得身價暴不暴漲，豪宅大不大，都不及這一刻他能坐在他對面，吃一口他做的菜，然後說一句船是老味道。